日期2015年4月12日星期一，地點康樂樓 R6159。由於出席人數已達法定人數，故主席宣布第30屆香港城市大學生會評議會第7次非常會議正式召開。根據議席法，主席須於會議前宣讀評議員出席率。以下為第30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成員出席率 ：A.P. 公園100%，B.C.D.S. Cyrus 100%，B.C.H.S. Danny 100%，人阮希臣89%，C.M. Phoebe 93%，D.N. Dennis 100%，Rose Rachel 83%，M.A. Keith 100%，M.E.M. Dada 100%，M.K. Kevin 67%，P.A. 高登仔100%，科公陸松100%。正式進入會議議程1，審核及通過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之全民投票計劃書及財政預算。喺正式進入諮詢及討論時間之前，主席希望設5分鐘之文件簡介時間於文件提欄。人阮希臣。人阮希臣，唔該主席。咁呢一份咧，即係大家手上面嗰份咧，就係一份新嘅全民投票嘅計劃書啦。咁我哋就希望咧呢一個全民投票啦，可以即係如果順利嘅話咧，就可以喺4月28到30號、5月1號同埋5月4至6咧就去舉行嘅。咁總共咧就係7日嘅，時間就係上午嘅10點到夜晚嘅6點啦。咁咧我哋首先咧個 priority 咧就會係即係 book Blue Zone 嘅。咁之後咧如果 book 唔到 Blue Zone 咧就 book Purple Zone。咁應該28號咧到5月1號咧，我哋就已經有 Blue Zone 啦。但係咧5月4至6咧，我哋就未 confirm 到嘅。係啦，咁我哋都係爭取緊5月4至6咧就係 book Blue 嘅，如果冇咧就 Purple，即係搬去 Purple Zone 嘅。咁另外咧要留意嘅都係個工作流程啦，咁就其實同上次要做嘅大致都係一樣嘅啫。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而家 propose 28號可以舉行到咧，有個先決條件就係幹事會會長要喺聽日10點之前加簽到嘅，呢樣係大家要留意嘅。咁如果佢加簽唔到咧，咁我哋就冇可能喺4月28號10點準時開始嘅，係啦。咁咧係啦，除此之外咧，其實同上次我哋做嘅工作咧都係差唔多嘅啫。係啦，咁有少少更正嘅就係、備註嗰度，備註咧你見啲 number 係錯嘅，咁我就逐行改翻啲數字啦。咁第一行咧就係12，第二行就12.1，第三行就12.1.1，跟住就如此類推，去到宣傳委員咧就係12.1.5，跟住再落一行咧就係投票進行期間嗰一句咧就係12.2，跟住去到最尾咧，如遇上黑色暴雨警告嗰一句咧就係12.5，係啦，咁有12.2咧就係要改嘅，就係咧改做投票進行期間，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4樓南區周圍不會被允許作任何宣傳。周圍嘅意思咧就係podium 兩邊，即係 Blue Zone 兩邊嘅走廊啦，同埋原本即係16大子嗰個位，係啦，就會被視作南區嘅周圍。係啦，咁就係希望一啲宣傳嘅人士咧，就去騷擾到一啲準備即係有特別意向嘅人啦。係咁，大致就係咁多句啫。時間晚上10時58分，主席希望設1小時30分鐘之諮詢討論時間於與會人士，請問有冇與會人士反對？主席點解咯？時
時間晚上10:58，預設時間為晚上12:28。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BCHS Danny。BCHS Danny，唔該主席。咁因為即係呢份議案係即係重新再到提案嚟㗎啦。咁因為之前即係4月10號係曾經提交試下之後，就俾我哋評議會否決翻。咁可唔可以即係專責委員會嘅成員可唔可以總結翻點解即係上次會有咁樣嘅失當，令到要去個議案被否決，同埋即係今次如果再度提案啦，咁再度通過之後會有啲咩相應嘅行動，避免翻上次嘅事，同埋點樣即係之前都因為都聽到可能傳媒即係坊間會有啲唔同嘅聲音，咁今次會點樣去做好啲？有冇啲相應嘅措施去避免翻同樣嘅情況，即係去保障翻我哋學生會嘅聲譽咧？咁多，唔該主席。楊遠希慎。楊遠希慎，唔該主席。咁講翻點解上次嗰份嘢會係被即係被否決先啦？咁我諗上次即係上次嗰個 proposal 咧，就係講緊22號到23號嘅一個公投啦，即係全民投票啦。咁上次嗰個全民投票咧，就係的確係遇上咗好多嘅即係一啲輿論啦。係啦，咁喺輿論方面咧，就係即係主要都係批評緊咧，我哋嘅時間唔夠長啦，係啦，同埋地點佢哋就覺得偏遠啦，以及係即係嗰個橫額掛3上4橫額嘅設計，係啦，咁因此咧，我哋即係今次喺即係呢個時段咧，就係 revision week 嚟嘅。咁甚至就係一個考試嘅呢個時間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專登延長咗，即係已經比較多嘅時間，希望有一個充足嘅時間俾基本會員去投票嘅。咁因此咧，我哋係設置咗7日，係啦。咁希望佢哋都會一有時間咧就會投到票。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目標嚟嘅。咁另外地點方面咧，亦都即係要盡量配合翻同學啦，因為考試多數都會喺AC1 進行啦，又或者revision period 多數同學都會喺 AC1 做一啲温書嘅一啲係總之做温習啦。咁所以希望都係喺 AC1 度舉行翻，都係希望即係要配合翻同學嘅。係啦，咁最後就橫額方面咧，我哋今次咧都已經即係喺設計方。即係設計嗰陣咧，已經落咗好多心機，就係盡量唔會有類似即係黑底黑字嘅情況發生嘅。即係起碼個背景同嗰啲字係 contrast 係比較大嘅，係啦。咁另一個原因點解會即係導致即係要令到評議會開咗上次嗰個咧，就係因為會長未能夠加簽啦，係啦，即係佢加簽嘅時間咧已經未即係令到評議會冇一個足夠嘅時間去做7日嘅宣傳，咁所以咧今次嘅計劃書咧都好着重咧會長係要喺聽日嘅10點之前加簽到嘅，咁先能夠咧喺28號嘅10點準時開始咯。係啦，咁其實我認為今次呢一份計劃書都回應咗好大部分上次我哋22、23號全民投票嘅一啲即係基本會員對我哋安排嘅一啲回應，其實已經係做咗一啲好大嘅改變。咁因此，我認為呢一份咧都係即係呢一個安排已經係叫做合適啦。唔該，主席。BCHS Danny。喂，BCHS Danny，唔該主席。咁即係都睇到有呢幾方面，即係都係一啲最顯著嘅改變啦，同埋之前最顯著所謂嘅問題啦。咁
都睇到嘅，但係我想即係再追問咧，即係7日呢個而家即係個日期7日咧，你哋專責委員會有冇同即係我叫做呢個全民投票嘅持份者啦，即係可能係幹事會啦，或者係退聯組方面嘅代表人士咧，有冇去同佢哋去即係商討過，定係或者換個問法就係呢7日係你點定出嚟咧？因為我見到有可能會包含咗 revision week，又包含咗公眾假期，又包含咗 exam 嘅 period， 咁係點樣去定出嚟嘅咧？係啦，同埋地點嗰度咧，咁我個人就冇乜異議嘅。咁當然即係頭先你哋都講咗話Blue Zone， 咁我都覺得 Blue Zone 係最好嘅，即係因為一上3上4電梯就應該係 Blue Zone 嚟㗎嘛，咁會比 Purple Zone 好嘅，我個人都認為，因為 Purple Zone 其實個票站都未必係咁顯啊，可能你哋嘅宣傳，即係如果真係 Purple Zone 可能要或者嘅指引要更加多啦，呢個嘅建議。咁橫額嗰度咧，咁係啦，即係都最緊要係清楚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就係、是。咁另外關於宣傳不足嘅問題咧，即係除咗橫額要教翻清楚之外啦，咁但係我想帶出一點就係咧，即係雖然今次定翻都係有翻7日嘅宣傳期，但係因為始終今個禮拜都係 last week 啦，咁係啦，咁即係你7日，但係其實包含埋星期六、星期日嗰啲㗎嘛，咁同埋 last week 可能咧，即係我自己嘅 major 啦，可能有啲堂咧 last week 開始可能已經唔使翻咁樣咧，咁我想問即係呢方面，即係雖然都係有7日，我想講，但係可能即係有其他唔同嘅因素，咁你哋委員會會唔會有啲即係有其他嘅策略去將個宣傳做得更加好，即係 reach 到更多會員咧？即係例如，即係有少少建議就係、是，即係我個人記憶啦，就係、之前你哋話過，即係傳單方面咧，你哋就唔會點樣好主動咁派發嘅，可能都係放低一啲 corner 俾基本會員殺除翻。咁會唔會可能呢方面都即係都明白，大家可能都要考試，都要温書，但係即係做講功課啲，但係都會唔會可能定期會可能揾翻1、2個，或者甚至可能揾翻我哋其他嘅評議員幫手去派翻傳單咁樣咧？咁希望睇下你哋有冇回應咯。係，唔該曬。Ian Dennis 係回應翻卡 Sir 個問題先啦。頭先就係問呢7日點樣定落嚟嘅。咁首先我哋有諗過就係其實都想盡早去做翻呢個全民投票啦。咁所以定咗就係最快咁28號嘅。咁而你話點解會有1日係公眾假期，即係5月1啦，就係因為都知道有啲人可能即係我哋盡量想星期1至到5都係有得投嘅，即係 within 嗰7日入邊。咁然後星期嗰個5月1咧，仲要係放假，咁所以一啲放假嘅，即係一啲平時要翻工，即係可能 take 好少 credit 嗰啲都可以翻到嚟投咯。咁然後你話我哋同邊個接觸過？我哋我就去問咗呢個退聯組嘅代表啦，係啦。咁佢哋係接受到7日嘅，係啦。咁但係就我哋係未，即係我啦，或者係未接觸過Exco 嘅，咁或者 Exco 都可以再回應下呢個7日同埋呢個日子同埋時間嘅安排嘅嘛，都係咁。CMVB 唔該主席，咁我就答翻話宣傳嗰部分嘅問題啦。咁其實就新嗰張 poster 咧就整好咗啦，咁應該可以用即係我呢個電子版傳一下啦。咁因為我啱啱揾咗幾部 printer 都咁啱又冇彩 print 啊，冇碳粉啊咁樣，所以先 print 唔到出嚟俾大家睇嘅。咁就睇翻個彩色版啦，就唔好睇黑白版，咁會好啲啦。咁除咗呢個 banner poster 問題之外咧，咁我之前都講過就係話我哋係會派 leaflet 嘅，咁就我哋就打算咧喺真正開始投票前2日啦，同埋投票期間咧都係會派 leaflet 嘅，咁真係多啲接觸基本會員，等佢哋more accessible to 呢一個投票咁樣咯，想係。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舉手示意。Loso Rachel。Loso Rachel。我想問翻啦，咁set 咗7日啦，係多咗日子嘅，咁但係即係頭先聽到就好似嗰個7日係個主因係 guided by 退聯組佢哋，即係好似退聯組 OK 咁就7日咯咁樣，咁即係咪淨係
係嗰個時間啦，因為之前咧就係、都有10至7或者10至8嘅，咁點解今次係10至6？即少咗1-2個鐘咁，即係問一問。然後咧就係、關於即係之前咧否決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個通告啦。咁你哋喺今次會點樣解決呢一個問題咧？即係會係即係 basically 就係幾時啊？你哋會係點樣 post 個通告出嚟等等啦？係啦。係咁多，各位。人員希慎。人員希慎唔該主席。咁首先就答翻7日嗰個問題先嘅。咁7日點樣定出嚟咧？其實就係有鑑於咧，因為我哋而家最快搞咧，就係要28號先開始到。咁28號咧已經係一個 revision week 啦。咁而5月4至5月6咧已經係study或者 exam period 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係基於一個 revision week 同埋 exam period 咧，即係有即係學生翻嚟城大嘅人流比較少啦，次數比較少啦，咁所以先 set 7日嘅。而你話係咪因為其他 party 滿意就 set 7日咧？其實就唔係嘅。我哋係 set 咗，即係諗緊係咪7日 OK 咧？係啦，咁我哋諗咗7日呢一個數，即係呢個數字之後再問退聯組，係啦，咁佢哋都 OK，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嘅考慮咧，就唔係話因為佢哋 OK 所以我哋 OK， 而係我哋考慮完咧，再問下佢哋 O 唔 OK，咁佢哋都冇異議嘅，係。另外嘅時間，你話早咗1-2個鐘完啦，其實呢個係冇乜特別原因嘅，係，即係純粹係即係覺得呢個時間係一個足夠嘅時間去俾同學去投票嘅。係啦，咁最尾就係通告嗰方面，其實通告嗰方面咧，其實我哋已經即係通過咗呢份 proposal 之後咧，其實我哋已經可以打定一份通告㗎啦。係啦，咁其實只要等會長加簽咗咧，即係個小會長加簽咗咧，份通告咧隨時已經可以釘去評議會嘅壁報啦，同埋 upload 上評議會嘅一個 Facebook 即係專頁啦，係啦。其實個重點咧，只要係幹事會加簽咗就 O K 嘅，幹事會長加簽就 O K。咁因此其實好希望即係幹事會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即刻提出啦，就唔好係啦，令到成個流程再拖慢咯，因為再拖慢你可能已經去咗即係嗰啲即係 exam week 再搞咧，就可能已經真係太悶啦。係，唔該主席。Ian Dennis。Ian Dennis 係回應翻 Rachel 個問題先。其實咧就係話所有嘅 arrangement 咧，其實就點講咧？冇錯啲，我哋可能喺 draft 之前咧係已經自己諗過啦，而都同某部分所謂頭先阿 Danny 講嘅持份者去有問過意見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搬到上嚟評議會都係即係可以大家再去改嘅，即係如果大家係，所以基本上就係呢個日數啦，呢個時間啦。如果在場嘅任何人士係有意見嘅話咧，係可以改嘅，係啦，所以就唔係話 imperfect， 所以 Exco 同退做得去，或者其他係主席。Loss Rachel。Loss Rachel， 同埋我想問翻嗰個叫咩 poster 係啦，即係我見到電子版係清楚嘅，然後但係因為派出到時用嘅會係 print 出嚟啦，特別係派嗰會黑白啦。咁係咪黑白都？你哋派嗰會係用黑白定用顏色咧？咁如果用黑白嘅話，會唔會唔清楚？即係我見到顏色係清楚嘅，但係我就即係想知，因為佢個背景有少少 pattern， 咁就想知如果黑白會唔會清楚啫？因為呢個係都係一個之前出現過嘅問題。唔該。CMVB。CMVB 唔該主席，咁評議員個問題，即係個擔心都係嘅。咁原本咧我哋就 draft 咗，即係嗰
個便筆咧就寫話呢啲係黑白嘅，但係我哋都覺得你嗰個 concern 咧係真係一個 concern 嚟嘅，咁我哋都會喺嚟緊最終修訂嗰陣時候咧就會講翻嗰啲 lift 轉翻到彩色，咁就避免有嗰啲顏色問題咁樣，同埋其實都有 attractive 啲啦，係啦，咁多謝評員嘅意見。人員希慎，人員希慎唔該主席，係啦，咁我哋A5嘅宣傳單張就唔係彩色啦，係，咁所以咧10.1你見到嗰個 table 咧，我哋寫 A5 黑白咧，咁就更改翻做 A5 彩色嘅，係咁我哋最尾 amend 嘅時候咧，份片都會加翻一行，就係 A5 彩色宣傳單張咁樣嘅，唔該主席。下一位排隊發言者為法定觀察人郭家平。法定觀察員郭家平，咁即係幹事會嗰邊就認為7日係可以嘅。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基本會員歐仲平 XID 53037302。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37302。首先第一個問題，我想問翻，到時個票箱會喺邊個位度保管咧？始終都橫跨係6日嘅。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即係而家我睇嗰份 proposal 啦，就得7日左右，因為其實你而家個投票日期都係 revision week 得個幾日 exam period， 其實會唔會考慮橫跨成個 revision week 同埋 exam period 咁樣咧？即係其實因為今次唔係話我哋最早話乜就乜，其實係要顧翻18000位基本會員嘅投票權利，就翻佢哋嘅，即係希望你哋可以討論下呢條。人員希慎，人員希慎嗰隻我哋諗7日咧，即係其實你話對比起之前嗰個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叫做改變啦。咁點解我哋咁即係會諗呢個7日咧？係因為我哋即係已經照顧到即係星期，即係至少有一日係星期1，至少有星期2、3、4、5咁樣，希望照顧到唔同基本會員，即係至少有一日喺工作天可以翻到嚟投票啦。咁再者，其實7日已經係一個真係好長嘅投票時間嘅。係啦，咁因此其實我哋係認為係一個足夠嘅時間。呢個就係呢個就係嗰位主席。咁即係回應翻同學咧呢個有關投票日數咧嗰個問題先啦。咁其實呢個嘅7日嘅時間咧，定出嚟嘅咧，其實我哋都有考慮到之前咧就話得2日。咁我哋之前嘅2日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就係話係星期3同星期4嚟嘅。咁我哋頭嗰1日咧，嗰個時間咧之前有啲評議員話CS 做 placement 嘅同學仔咧投唔到。咁其實我哋覺得嗰陣時第1日個票站加到8點鐘完成咧，咁即係叫做有1個鐘嘅時間俾啲同學翻嚟投票啦。咁我哋覺得都仲未 coverage 好大嘅。但係今次呢個咧，如果大家留意個投票日期咧，包含5月1號啦，咁其實係一整天嘅公眾假期。咁其實我哋認為係即係絕對係有機會俾啲平時要翻工啊或者intern 啊 placement 嘅同學仔有足夠嘅時間翻嚟投票咯，所以先考慮到呢個7日嘅日期。唔該。
基本會員歐仲明111D53037302。基本會員歐仲明111D530332。即係頭先評議員都講過話7日嘅擴商，但問題就下星期 revision week 其實係冇辦法嚟，即係到時評議員即係去拉人去投票，我諗都比較辛苦嘅。即係如果你話 set 埋 exam period，其實啲人翻嚟都要考試嘅，咁變相評議員嘅工作嘅 workload 會細咗，同埋接觸面會高咗。即係當然啦，你哋如果話照樣要 keep 住揾7日，我冇乜問題嘅，但就唔知個18000個基本會太多，多謝主席。由於主席意識到基本會員歐仲平之前兩位個人意見，請佢回應這個追訴。所以見到有下一位排隊發言者為 M.A. Kim。M.A. Kim， 各位主席，我想關注嘅就係因為你工作流程度有長期佈置㗎嘛，咁我睇到你後邊都冇話有個關於當日即係嗰段時間嗰個投票日嘅長期佈置，咁唔知你會點樣去佈置嗰個場地咧？就咁樣，多謝。楊宇先生。楊宇希臣，唔該主席。我假設咗而家係觀眾先啦。咁你當木台嘅兩邊可能係會擠一個出入口啦。咁另外咧，三邊咧，即係除咗木台嗰度咧，另外三邊就會可能即係好似木人巷嗰啲板咁樣圍住側邊。咁然之後咧，主要有3個部分，一個部分咧就係入到嚟，跟住就會有一張台，我哋就係check 身份派選票嘅。跟住之後有另一部分咧，就會係有啲有碌線眼板間住幾張，即係好似考試嗰啲台就俾你吸選票嘅。跟住最尾咧，另外有張台咧就係擺住4個票箱俾你入選票。咁之後咧，佢就會離開嗰個觀眾啦。係啦，咁區內嘅佈置主要就係有3個部分。多謝主席。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Ian Dennis。咁回應翻頭先基本會員嘅問題啦，即係其實我哋都有concern過嘅，但係基於有即係我哋concern嘅 factor 入邊有以下呢樣嘢啦，就係嗰個場地嗰個 confirm 咗未？咁而家其實 confirm 咗嘅場地係4月28號去到5月1號係一定係有 blue zone 嘅，佢學校已經 confirm 咗俾我，但係 exam period 就未 confirm 到有冇 blue zone 咯，咁所以因為呢樣嘢我哋都會 prefer 係翻28號去到1號，會如期即係會按照我哋嘅 schedule 去做翻個 general polling 咁。而5月4、5、6號究竟有冇 blue zone，會聽朝再向翻學校去 confirm 翻嘅。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Loss Rachel。Loss Rachel， 其實我係想 confirm 一下，即係嗰個地點咧。咁假設4至6號係真係冇 blue zone啦，咁係咪都 confirm purple zone 係一定有？即係會唔會 at the end 結果原來4至6號係完全冇場嘅咧？係，即係我問一問，會唔會有呢個可能？呢個就係呢個就係我主席。咁
咁有關於嗰個場地嘅問題咧，早前即係嚟開會之前咧，同SDS 嘅 Vinny 啦，咁啊傾過就話28號至到5月1號咧，我哋南區嗰個 booking 咧就暫時係 confirm 㗎啦。咁至於5月4至6號咧，咁因為都比較趕急嘅場地預約啦，咁剛才同佢聯絡嘅時間佢話4月6號咧，聽朝就 confirm 我哋有冇南區，但係假設呢幾日冇南區咧，其實都有相當大嘅機會率係俾指區俾我哋咯。所以啱先有同學就問到咧，如果即係有關日期同埋時間咧，其實即係都想喺呢一個會議入邊講清楚，就係因為如果咧個日期同時間咧要再調，咁要喺聽日嘅時間先再問翻校方去confirm 我哋攞唔攞到之後嘅場咯。咁如果我哋聽朝之前咧，啱先都講過，如果想如期28號搞咧，聽朝10號sorry 啊更正，聽朝嘅10點之前咧，我哋一定要將日期啦、地點啦等等嘅資訊咧 confirm 咗，再由幹事會加簽我哋今日通過嘅議案咧，我哋出咗通告之後先可以如期舉行呢個4月28號嘅投票啊！唔該。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BCHS Danny。各位BCHS Danny 主席，咁首先咧有個問題就係頭先留意到有啲會員問過嘅，就係好似問你哋點樣去保管啲個投票箱咁，好似你哋委員會未回應咁，希望都可以喺呢度回應翻先。係，跟住咁講翻嗰個即係有關嗰個日期啦，即係我諗大家呢個會可能最值得關注都係呢個問題啦。咁首先我第一樣嘢我認同一樣嘢就係咧，基本會員咧係有責任嚟投票嘅，即係even你開一日，可能你就開5月1號公眾假期，咁理論上咧就大家即係關心呢個議案嘅都有義務翻嚟投票，我好認同呢樣嘢。但係我想大家翻返去現實嘅情況睇啦，即係始終 City 可能啲學生可能都係以可能考試温書即係 GPA 為先嘅，呢個好大部分都係嘅。咁首先回應翻 revision week 嗰樣嘢啦。咁即係我一啲即係非正式嘅統計啦。咁其實好多 City 嘅學生咧，尤其是好多都係住得遠，即係可能住到天水圍啊嗰啲新界西、新界東啊、新界北嗰啲啦，又港島南嗰啲啦。咁好多住得遠嘅，咁佢哋 revision week 咧，其實我相信即係用翻我 BCH 嘅同學仔去睇，即係我自己啲朋友咁樣啦。其實好多咧 revision week 係都唔會翻嚟嘅。係啦，即係翻嚟嘅可能都係啲住附近或者係住科嗰啲嘅啫。咁所以我第一樣嘢想問就其實係咪真係要 revision week 開始咧？即係頭先你哋都講，可能又要幹事會會長嗰邊可能聽朝10點前要簽到名。咁既然所有都咁急講，咁我第一個 suggestion 就係會唔會可能考慮押後開始咧？即係雖然我知道問到有場啦，係啦。咁同埋即係公眾假期都係啦，即係始終咧5月1雖然係一個公眾假期，但係都係接近考試週咧。其實現實嘅情況咧，我預測到啦，即係唔知唔準確啦，但係我嘅課思就係5月1咧，應該都冇乜同學，甚至我自己可能都未必會特登翻嚟就係為咗投張票嘅，即係可能都接埋喺屋企温書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去到 exam 啦 ，exam 嗱，其實我個人suggestion就係可以包含到個 exam period，因為始終即係大部分嘅學生都會翻到嚟考試啦，即係總有幾科要翻嚟考試咁樣。咁如果你係 exam period，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可以確保到即係好多嘅基本會員都會翻到嚟 City， 咁你哋即係counselor 同埋即係專責委員會都接觸佢哋嘅層面都會大咗啦，即係接觸到嘅範圍。係啦，咁同埋 exam 嘅，因為而家你都有包括 exam， 但係只係 exam 頭嗰幾日啦，我見到。咁我第二樣嘢想考慮就係會唔會可能將個投票可能押後少少或者延長少少去到 exam 嘅比咧？因為點解我會咁樣去講咧？因為咧，始終咧其實真係好現實嘅，即係可能你考頭幾日咧，即係考頭1、2科，咁啲人咧講真都係個心依然都喺考試度，即係就算可能考完出嚟
真係就係嗰兩步就係唔行去投票呢樣嘢係好現實咯。即係但係呢樣嘢我相信大家在場咁多位都唔想發生嘅嘛，因為佢會直接拖低個投票率。咁會唔會可能將個時間可能壓到去即係完，可能起碼 exam 最後嗰幾日都可能會增設為投票日咧？即係可能有啲同學都會考完試，可能你叫佢特登翻嚟，佢冇大考試冇牽掛，都會比較願意啦咁樣。咁呢啲係我嘅意見啦。咁同埋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想問，即係都針對翻可能話即係温書咁嗰個情況啦。咁我想問有冇考慮過佢喺科可能係科某 A 嗰啲場地，可能都會 set 翻1至2日嘅投票日咁樣，因為始終即係可能即係如果你話喺 City 接觸得最多嘅學生，我反而覺得就唔係 podium，就係科咯，因為大家可能都係喺科嗰度温書啊咁樣，都可以接觸到一定數量嘅會員咁。係啦，呢啲就係我嘅，即係後邊嗰個係問題啦，同埋即係答翻第一嗰個基本會之前係咪嘅問題，同埋即係睇下我嘅個人意見咁，即係希望委員會可以考慮下同埋作出回應。係暫時咁多，唔該主席。人員希慎。人員希慎唔該主席。咁首先答翻即係過夜票箱點樣處理咧？我哋會擺喺保安室嘅。佢應該會擺喺保安室嘅最入面，咁就確保冇人會掂到嘅。咁另外我哋有啲封條嘅，係啦，咁會黐住嗰啲即係票箱開口啦。如果有人拆過，我哋一定留意到嘅。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投票日數嗰方面啊。咁有一樣嘢講得啱嘅就係、即係一個投票，梗係照顧得越多基本會員越好啦。咁即係話時間越長越好啦。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冇可能一個投票係無限長㗎嘛。係啦。即係當我哋搞咗個投票，然之後我哋即係有7日，我認為係一個已經係相當之足夠嘅時間。俾基本會員去翻嚟投票啊！如果咁佢都唔投嘅話，其實呢樣嘢已經唔係即係你 set 幾多嘅問題咯，佢點都可以有藉口唔翻嚟投咯。即係呢個已經係去到公民質素嘅問題。即係所以我會認為7日已經係一個相當足夠嘅時間啦。係啦，你即係 revision week 佢唔翻嚟投，有可能話我要温書啊，我投唔到啊。去exam 嗰陣又話我要 exam 我投唔到啊，跟住佢可能佢就完咗 exam， 跟住件事丟淡咗嘅話，其實對支持退聯嘅同學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認為呢、個即係7日 set 喺即係盡早搞，而且 set 喺revision week 又 set 咗係 exam period，我覺得係已經係一個恰當嘅時間啦，係啦。咁你話 hall 嗰方面其實即係我哋委員會係得5個人啦，其實有少少難做到喺 hall set 多個set 多一個票站咯，係因為即係我哋計個票站最少都有，即係每個票站最少有3個人先叫安全，係。咁如果你話 hall， 即係我哋整2個票站，嗰個票站得其中2個人，即係得2個人嘅話，其實即係有啲擔心佢嘅安全性咯，係。咁因此就我哋而家暫時都係得一個票站嘅啫，唔該主席。邊個就係？呢個就係個主席。咁即係補充翻嗰個場地嘅問題咧，有冇機會就係話，如果咧前段嘅時間響南區或者紫區嗰度開放票站，後段嘅時間將成個票站移師到去宿舍範圍，咁可唔可行咧？咁呢個都要再牽涉到咧，其實宿舍範圍內嘅場地預約問題啦。咁啊以往嘅慣例嚟睇咧，即係我而家都唔敢好確實咁答就話，revision week 咧同埋考試週咧，hall 嘅場地咧能唔能夠話好用啦？但係以往嘅慣例就係 hall 嘅某 A、B、C 3個大啲嘅場地啦，其實好大機會會改裝成為温習室咯。
所以呢啲時間咧能唔能夠被預約成為一個額外嘅票站咧？咁呢個真係要再去作一個進一步嘅去confirm 呢個場地 booking 問題。唔該。BCHS Annie。係，我係 BCH 成個主席。咁即係科回翻科嗰邊先。咁當然啦，即係 book 場地嗰個就當然係第一個創新，咁 book 唔到我都唔使講啦。咁但係即係我想 clarify 翻咧，即係我嘅意思就唔係話即係同一日裏邊開兩個場冇可能嘅。即係我即係suggest啦，即係 given that 可能個有場啦，咁會唔會可能考慮可能某一兩日嗰個即係甚至可能頭先講嘅第一輪發言講嘅，可能喺個 revision week 度。你哋首先即係個票站就 set 喺個 hall 嘅場地嗰個範圍，係啦。咁可能呢兩日過咗之後嘅，可能到 exam period 啦，咁先落翻嚟 podium 度去 set 個票站。咁我係講呢樣嘢。當然即係我明白5個人當然冇可能 set 到個票站啦，即係我都經歷過選舉咁。係啦，咁就睇下即係我嘅 suggestion 嚟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即係 hall 嘅票源啦，我叫即係會吸納得多啲。咁即係當然佢哋其實係有責任，就算落到嚟 podium 都即係都要落嚟 podium 投票嘅，但係即係有一啲方便嘅工作咯，即係好似可能一啲區議會嘅選舉咁，盡量可能都越多嘅票站，即係會開得越多越好咁樣嘅意思嘅。係啦，咁跟住回應翻嗰個即係日數嘅問題，咁我都好認同希神講嘅，就係話即係一個投票冇可能冇限場嘅，係啦。咁但係我頭先即係第一輪發言講嘅就係我課思到嘅問題啦，即係無可否認，可能用啱啱嘅你嘅言論，可能佢嘅公民質素有限，但係呢個其實即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可能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城大人嘅一個事實咯。係啦，咁當然啦，即係都冇可能話長可能3個禮拜橫跨21日，咁我都覺得係有啲荒謬嘅。但係我頭先嘅 suggestion 就係會唔會可能因為都見到你哋啱啱都話好多嘢都好講，即係雖然你將到27、28號嗰幾日有場，咁但係我嘅 suggestion 就係會唔會考慮即係既然一嚟有咁講啦，咁或者有好多嘢都未 firm，咁會唔會可能考慮將個投票可能押後1至2個星期開始，咁喺個 exam period 可能先開始，因為咧 exam period 咧就我覺得會接觸到更多嘅基本會員，係啦，因為如果唔係你 revision week 開個場咧，咁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我自己個科會啦，咁我嘅基本會員其實好多都未必會呢啲時候翻嚟，因為大家好多都冇開住住得遠，好多呢啲咁嘅同學仔，係啦，所以我嘅 suggestion 就係會唔會考慮可能 exam 先開始咧？如果你照舊可能早啲開始，咁會唔會可能頭幾日 set，可能就係 set 一日喺個hall 嘅場地咁當然呢個係要睇下有冇場啦，係啦，咁個人意見嗰啲其實都最好可以回應下，多謝。由於希神。希神舉主席，即係我明白即係你嘅推理可能係正確嘅。如果將佢 set 到即係考試時間，可能1個禮拜，可能會更加多添。但係即係我喺呢一度淨係可以答到你嘅就係我問到呢啲場咯，即係我唔會答，因為係啦，即係因為頭先一直諗都係諗呢啲日子咧，越快搞越好，係啦，因為都唔希望件事挑探咗可能同我就冇意入去投票咁樣。但係即係你話如果去到2月11嗰啲咧，因為我哋係啦，即係啱啱都講到就話希望盡快搞啦，所以頭先我哋都冇諗過喺2月11即係 exam week 嘅第2個禮拜度搞。咁因此我哋手頭上都冇資料，到底我哋 book 到又或者有冇人已經 book 咗，係啦，咁即係唯一我坐喺度淨係可以話到俾你聽，我哋有把握可以有呢啲場咯，係，即係我唔係話你嘅建議唔恰當，即係只係我呢一刻嘅能力，就係可以話到俾你聽呢一度有場，係，唔該主席。P.A. 光仔。P.A. 光仔，唔該主席。咁回應翻評議員嘅意見啦，就係話嗰個投票期咧，咁如果押後去到 exam period 咧，會唔會照顧得更多仔咧？
咁事實上，我哋即係專責委員會喺設計呢個投票期嗰個時間咧，其實實在真係非常咁難，係包晒好多 exceptional case 嘅同學仔啊！即係如果我哋將投票期擺晒喺考試 period， 係咪就所有同學都可以接觸到票站唔投票咧？我睇又未必真係咯。MCS 嘅同學仔唔使考試啊，咁佢哋又會唔會翻嚟咧？咁有同學就係淨係考完一日試就去咗一個長旅行，咁我哋又包唔包到啲同學投唔到票咧？即係不能夠嘅，其實真係不能夠包晒咁多 exceptional 嘅同學咯。所以我哋喺設計個投票期嗰個時間咧，擺咗一大段嘅時間喺 revision week 啊，同埋包括喺考試週嘅，例如頭幾日啦。其實就係想俾啲同學咧，最少喺 revision week 同埋公眾假期咧，佢哋個人咧係真係可以如果佢哋願意嘅話，係真係翻到嚟投票咯。因為如果之前即係可能再上一次2日嘅設計咧，如果真係有啲翻 CS placement 嘅同學仔咧，佢哋真係翻緊工，個人真係嚟唔到嘛。但係如果講到意欲問題咧，我哋真係包唔到佢翻嚟投票咯。revision week 咧，理論上同學仔咧同埋5月1號嘅勞動節嘅公眾假期咧，佢哋個人係 available 應該係嚟到投票咯。但係如果佢有冇意欲翻嚟投，真係我哋非常難包括埋呢樣嘢喺我哋嘅考慮因素度。所以就即係都想評議員同埋其他嘅基本會員明白我哋嘅考慮。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法定觀察係郭家平。法定觀察係郭家平。咁我想問翻就係全民專責委員會一個問題，就係講緊投票緊嗰陣嗰個即係投票率會唔會公開版嘅？即係每日嗰個投票率。楊遠希慎。楊遠希慎唔該主席。咁我哋會仿效翻以前大選咧，或者一啲大組織嘅投票嘅做法，都會喺即係我哋封牆或者喺周圍之處都會貼翻張紙啦，就每2小時要公佈一次嘅投票率嘅。唔該主席。請問張飛第二個發言。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基本會員張志傑 SID 53025167。基本會員張志傑 SID 53025167。有2個問題想問翻專責委員會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其實睇翻而家票數建議日期，其實我知道頭先希慎都答咗啦，話肯定日子上面係有長啦，但係有冇考慮到一個可能性，就係話我哋為咗令到個投票更加可能會接觸廣啲啊，會唔會話係橫跨 revision week 同 exam period 咧？第二個問題
5月1號勞工假期嗰個問題就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呢個選舉變得越嚟越全媒體都關注啦。如果5月1號勞工假期都設有一個投票，我就作為基本會員有少少擔心會繼續受到政治打壓呢個指控嘅升溫。想專責委員會答翻呢兩個問題，唔該晒。人員希慎。即係講翻點解我哋會 set 28號啦，咁就係希望，因為我哋希望盡快可以開始全民投票啦。咁而呢一啲日期咧，就係我哋已經知道好有機會有嘅場地啦。即係你咁樣再問有冇可能橫跨晒成個 exam period 咧？其實我真係答唔到你。Blue Zone 到底有冇場？Blue Zone 會唔會有場？跟住就算我問到某啲，可能都會繼續俾人咁樣話咩政治打壓，跟住繼續上綱上線嘅。其實，即係我而家唯一可以再肯定咁答到你28到30。5月1、5月4至6係一定有場嘅，至少一定係 Blue 同 Purple 是但一個㗎。即係呢個係我哋可以保證咯。即係如果你話可唔可以成個 exam period set time 即係 set 個即係搞全民投票咧，我又真係唔知到時有冇場。係啦，因為今晚講嘅係呢份報告書啦。係啦，咁如果你要我問嘅話，就係、即係我要聽日再問，跟住再 call 個會，咁所有嘢都要再褪後。係咯，即係我唯一答到你就可以 confirm 你今晚呢份報告書係我有把握可以做到嘅。係，即係呢個係你可以話我哋嘅限制啦。係啊，即係我都好抱歉，我都明白，即係搞個投票梗係越多人參與越好啦。即係我都好想
延長啲，但係我手上就係有呢啲咁嘅劇咯，係啦，我唯一可以承諾到嘅就係咁樣，唔該主席。咁啊星期三再 call 我嘢，係咁。基本會員張志傑 SID 5302-167。OK， 唔該晒。可唔可以再一次 ？OK， 基本會員張志傑 SID 5302-167。其實我係明白到專責委員會喺呢份 proposal 入邊係知道嗰段時間有長，我係 fully aware 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我站咗一個基本會員嘅立場，我自己本人住開啫，但係大家都知道，成大學生唔係全民一宿噶嘛，佢唔似拎 U 咁。咁嘅話，如果我哋變相而家嗰份 proposal 日期入邊 revision week 再加多一日嘅勞工假期，咁變相其實我作為一個基本會員，如果我係未必會呢段日子真係會翻到嚟學校度履行我嘅基本會員權利喺個公投入邊投票。咁所以其實我就有一個作為基本會員，我自己就覺得呢份 proposal 或者即係我唔係話可能要求專責委員會重做，而係話專責委員會會唔會話喺確實到 revision week 同埋 exam period 呢個橫跨呢兩段時間個場地再有一份新嘅 proposal 出嚟咧，咁樣係更加能夠回應到基本會員嘅想法同要求咯。因為始終呢份 proposal 就 so far 嚟講，只係喺一啲日子係專責委員會提出。咁而家我作為基本會員，我覺得橫跨呢兩個 revision week 同 exam period 係可行。咁當然你未 firm 都有場啊嘛。咁倒不如就係你 firm 都有場嘅時候，你再有一份 proposal 出嚟，咁樣係 make sense 啲、合理啲，同埋係至少唔會話有一個打壓咯，喺你都符合咗個程序咯。唔該晒。ENS 係咁放翻你 information 先啦。假設我哋重新 draft 過一份，即係其實我哋要 firm 到個場先至 draft 到 proposal 啦。咁我哋最快聽日可以問到學校 firm 場啦。咁即係咁，然後 call 一個 EM 咧係要一日嘅時間嘅，24小時嘅通知，即係 call 一個評議會嘅非常會議，係啦。咁即係最快就係星期三晚可以開到一個 EM 去過一份新嘅 proposal。咁即係話計埋加簽啊、通告等等咧，最快就係星期四嘅朝早可以發到通告。咁即係話21號嘅10點鐘可以發到通告。sorry， 睇咗唔知喎。23號可以發到通告，咁即係最快就係30號可以開始到。咁然後如果照你咁講，我哋擺多幾日係嗰個exam week， 即係就變咗30號啦、1號啦。1號因為我哋都想 keep， 即係我哋都想照顧翻，即係其實有啲真係完咗成唔識情係冇考試，佢哋會翻 full time。我哋想照顧呢啲人嘅。咁啊30號啦、1號、4號、5號、6號、7號、8號咁樣。咁但係咧4號至8號咧，我哋就唔可以 firm 你係會有 blue zone， 可能就成個禮拜都會變咗 purple。係你明唔明呢個 risk 㗎？係啦，即係如果係覺得我哋重新 draft 個 proposal 最快嘅就係30號嘅朝頭早可以開始，兼且 exam week 嗰個成個禮拜都可能變咗做 purple zone， 就唔係 blue zone， 係啦。下一位排隊發言者為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3-7302。sorry， 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3-7302，即係話如果依家話 extend 個長時間嘅話，咁你哋聽日就會問，因為其實你今晚如果過呢個 proposal，啲日期全部都係今晚定晒，跟住之後如果因為唔係我哋在場做委員會呢就話件事冇問題 OK 啦，咁出邊啲人點諗？會唔會又話上綱上線？其實我哋真係唔知嘅，即係到時要你哋諗一諗喎。由於主席已釋夠基本會員歐仲平，之前就話個人意見，請有意回應者向主席舉手示意。多謝 Rachel。
Lost Rachel， 回應翻啦，即係我覺得就算即使我哋即係我明白呢度全部人 agree 咗嘅話，呢樣嘢就會 pass。咁亦都可能會有擔心就係我哋 pass 完之後出面咧，即係其他基本會員係會覺得哇咁短嘅，或者即係有唔同嘅 comment 啦。但係即係本身基本會自己有個責，即係如果佢 really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thing 嘅話，佢會自己坐喺呢個 meeting 度咯。係啦，所以我覺得即係我明白我哋梗係要以基本會員利益着想，咁係要真係 make sure 嗰啲日子係夠長，令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投票嘅。但係我覺得係咯，即係咁樣。唔該。由於主席意識到基本會員歐俊平之前為個人意見，請有意會員者向主席舉手示意。主席見到有。請問需唔需要第二次發言？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Ian Dennis。係咁，頭先已經講咗兩個 situation 啦，就係照 keep 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唔 keep 嘅話，就會由30號開始，兼且第二個 week exam 即係 first exam week 可能變晒做 purple zone 啦。有呢兩個方案啦。我想知道嘅就係評議員啦，或者係在座嘅一啲嘅法定觀察員啦，包括編委同 exco 同埋基本會員啦嘅睇法嘅 preference 係點樣咧？我都會納入我自己嘅一個即係考慮入邊咯，即係大家點樣睇我哋嘅。由於主席意識到Ian Dennis之前同埋個人意見，請有意會員者向主席舉手示意。即係而家咧，一係就直接要跟翻個 proposal。Ian Dennis clarify。Yes 係，而家有兩樣嘢嘅，第一個 plan 咧就係跟翻 proposal， 就係由28號嘅朝早10點鐘開始投票，投到去6號。咁頭28至到1號咧，我哋已經係有呢個 blue zone 㗎啦。4、5、6號咧，佢哋都話係好大機會有 blue zone。如果唔係咧，都會好大機會有 purple 嘅，係啦。咁然後咧，亦都有人提出咗就係study period 可能會還翻嚟嘅問題。咁就頭先就 come up 咗第二個 plan 嘅，就係咧基於我哋要問場啦，再 call EM 嘅呢一啲行政嘅時間所需咧，最快投票嘅日期咧係30號，咁而就會 extend 到成個 first exam week 都會投票嘅，就係30號、1號、4至8號嘅投票日數就係呢啲。咁但係4至8號就好有機會咧，會係變咗做一個 purple zone 嘅投票，係啦。咁而家就有兩個嘅方案，咁就想聽下大家對有嗰個 preference 係點樣？請有意回應Ian Dennis之人士向主席舉手示意。主席見到有，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基本會員張志傑 SRD 53025167。基本會員張志傑 SID 53025167。我想問咧呢個場地嘅考慮咧，有冇話 cover Terrace 都係你哋考慮嘅因？即係
喺你哋考慮包埋入去㗎啦。即係喺詢問 SDS 或者 CDFO cover Terence 啊，有冇詢問過場地咁樣？唔該。我有少少補充。網上可能啲言論話某 ABC 唔係一個合適嘅場地啦，但係其實在我基本會員睇，其實某 ABC 係合適嘅，所以我就詢問下 Cover Terence， 你哋有冇考慮過咁樣啫？網上意見不等同我基本會員張志傑個人意見，唔該晒。即係有冇比賽嗰陣時有試過會區嘅，但係都俾我哋圍牆。即係你呢個投票嘅時候要需要圍四邊。咁冇緊。基於安全理由，其實學校唔俾我哋咁樣。唔可以咁樣請。A B 公園。喂 A B 公園都係嘅，咁即係我明白嗰啲都係考慮到話即係有塊平台嗰邊嘅地方啦。咁我自己 A P 數啦，咁就曾經搞過有比賽。咁就需要嗰個位，我哋都知道其實投資係需要因為安全嘅理由，我哋需要將四邊圍住啊嘛，咁就需要借用 SDS 嗰啲資源。咁但係我自己講比賽嘅時候都諗過 set 呢啲場，因為希望俾啲中學生佢哋嚟報名嘅時候都需要有啲咁嘅場。咁但係學校因為基於安全嘅理由咧，佢就唔俾我哋 set 呢啲場嘅，因為嗰邊有個 open 嘅 area， 咁左邊嘅地方就由停車場上嚟嘅呢個安全樓梯啦。咁如果你封開嗰邊嘅場嘅時候，如果發生有啲危險嘅事件嚟火災嘅時候，咁停車場上嚟嘅嗰邊嗰啲嘅人士就冇得咁樣可以好順利咁通過，咁啊即係去到 U 商號嗰邊逃生啦。咁所以基於安全嘅理由下，唔會俾我哋有一個圍住嘅一個空間咁樣。咁啫。呢個要排隊發言者係主要舉手示意。Loss of Rachel。Loss of Rachel。咁頭先提出咗兩個方案啦，一個就係照而家嗰個計劃書嗰啲日子啦，呢個就係30號到8號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喺 Blue Zone 同埋喺 Purple Zone， 即係既然喺呢個計劃書可能即係有機會喺 Purple Zone 搞嘅話，咁其實到時即係第二個方案有多啲日子喺 Purple Zone 咧，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喺個地點個遠近嗰方面。然後就亦都見到咧，30號去到8號咧係真係應該會 cover 到多，即係會多啲同學翻嚟嘅。但係所以我覺得咧，30號至8號咧係一個好嘅方案，但係同埋可以即係會多翻2日咧俾大家，即係俾委員會去籌備啊等等所有嘢，即係冇咁趕啦所有嘢。但係我覺得要考慮到嘅就係，因為始終係成個 exam week， 所以要make sure 到喺票站入面係真係，即係你哋之前講過，起碼有3個委員會喺度睇住，
咁即係我知道考試，咁所以係都要委員會你哋做到，即係真係可以喺30號去到8號都 make sure 到個投票嘅程序係啱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就覺得第2個方案比第1個方案好。就係咁啦，唔該。由於主席已經到攞數俾佢議員同埋意見，請有議員即係俾佢同事嘅。咁你放翻正式 information 啦。委員會入邊有3個委員咧都係唔需要考試嘅，咁所以咧我哋3個係可以 sit 晒 exam period 嘅，係啦，即係起碼有3個。多數 Rachel。同埋我想問清楚咧，即係頭先我係 support 第二個方案啦，但係即係咪 sure 4號去到8號係一定有 proposal？ 即係我唔想結果我哋好啦，我哋話遲啲搞，但係結果啲 proposal 係冇嘅，咁樣就係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唔係即係其實我知頭先答過，即係我意思係話，如果7號8號咧係肯定有 proposal，咁就第2個方案咯。但係如果7號8號係唔 sure 嘅，我就覺得第1個方案係好啲嘅，就係咁。夜光仔。夜光仔，唔該主席。即係都重申呢個場地同埋嗰個時間問題咧，俾各位嘅與會人士聽咧，就係、我哋依家喺呢一刻咧，手上嘅場地能夠 confirm 大家嘅咧，就係4月28號至到5月1號嘅南區啦。5月4號至到6號咧，有機會有南區。如果冇南區嘅話，有極大機會有子區俾我哋舉辦選舉，舉辦今次全民投票。但係6號之後嘅日子咧，好坦白講同大家講，如果你哋想轉日期嘅時間咧，真係要聽日先問到校方，亦都唔可以喺呢度應承到大家話6號之後係咪一定會有子區或者南區或者任何場地有咧，真係要聽日之後先知道。咁啊，俾翻與會人士知道呢個資訊。唔該。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3-732。sorry， 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3-732，即係都明白議員嘅 concern 嘅，即係我或者有咁嘅提議，我個人嘅提議，即係會唔會考慮，如果到時採用你哋第1個方案啦，投票率不足，你哋會唔會考慮升個投票嘅日數，直到個投票率足夠咧？咁你哋有時間先係揾出嚟。即係如果你話章方面，即係你驚我違章，你哋會唔會考慮事先揾咗仲可以食章嘅？人員希慎。人員希慎嗰個主席，即係當然我都見過轄下組織嘅大選係有得 expand，但係我真係唔知道咧全民投票冇得 expand，即係章咧就冇寫明，但係唔代表我哋咁做，即係我哋如果真係咁做都係一個潛在違章嘅風險，係啦，咁所以咧。你可能咧就要即係我哋真係要問翻咧仲裁委員會先可以知道。咁但係咧問仲裁委員會咧，即係佢哋都要開會㗎嘛，係啊。咁我相信1個禮拜內佢哋都有少少難度會開到個會，因為之前啲會議嘅案件佢都未審完，即係以我所知。咁所以咧，即係真係有少少難解答到你呢個疑難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真係採納咗第1或者第2個方案，咁到時如果有結果啦，咁如果真係唔夠嘅，咁再睇下到時會唔會即係真係延長。唔該，主席。
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Ian Dennis。Ian Dennis，講起適章揾中裁員適章嘅嗰樣嘢咧，其實就基於今次呢個全民投票，實在有太多，即係大家討論嗰個有機會不合法性嘅嗰樣嘢，我都認為長遠嚟講真係要可能係個章做好啲，或者係要揾仲裁員，真係將每一個細點去識一次。即係無論點樣咧，我自己都係好樂意去做呢樣嘢嘅。但係做呢樣嘢咧，可能講緊佢哋識完之後係2-3個月之後嘅事，係已經影響唔到我哋。一定要5月搞到嘅呢樣嘢咯，係啦。但係5月搞到都好，我自己都會走去揾佢哋識㗎，係。法定觀察員 Jeffrey。法定觀察員 Jeffrey， 我想問一問咧，場地嗰度就係之前我喺度啦，咁想問清楚少少，就係4人係 blue zone， 3人係 purple 嘅，咁而3人 purple 入邊當中亦有可能有 blue zone， 亦都有機會有可能。有可能 blue zone， 極有可能 purple。哦，有可能 blue zone， 極可能有 purple。咁我想問嗰個有可能同極有可能係點樣嚟嘅？即係嗰個咧 Winnie 嗰個 exact word 嚟。哦，唔該晒，好嘅。佢哋呢個要回應我嘅。應該唔會人。人員希慎。人員希慎舉主席，咁呢個就係高登仔平權高登仔咧，就即係聯絡過Winnie 嘅，係啦，咁 Winnie 嘅 exact wording 就係4月28到30同埋5月1咧就一定有 blue zone， 係啦，5月4至6咧就有機會有 blue zone， 但係咧就有機會冇嘅，但係咧就好大機會一定有 purple 嘅，係啦，唔該主席。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Ian Dennis。Ian Dennis， 主席。咁頭先Council 阿 Rachel 咁已經講過，就係佢哋對於第一個方案同埋第二個方案佢自己嘅 preference 啦。咁我亦都即係 urge 或者係咯，即係希望大家再表下態，無論 Exco 又好，Council 又好，基本會員都好，或者邊位都好，係啦。究竟你哋支持邊一個方向嘅？因為我想聽多啲。請有意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David Keith， 唔該主席。我自己個人意見認為都係第二個方案比較好啲嘅，因為始終你得到嘅資訊有可能同埋嗰啲極有可能咧，始終都係未話好10分之確定個場地係真係攞到嘅，所以我覺得可以真係有多少少嘅buffer時間俾專責委員會去確定真係可以攞到個場地去舉行呢個場投票咯，就係咁，唔該主席。
人與希慎。人與希慎唔該主席，即係我而家用一個評議員身份，即係去講少少自己嘅意見啦。即係我個人咧就覺得即係我覺得 purple 真係好正，我唔知大家對 purple 唔係 purple song 嘅人係點啦。即係我覺得 purple 真係好正，即係你三上四上到嚟，其實好多人都唔會轉個彎咯。即係呢個我對 purple song 嘅印象啦。同埋如果今晚即係大家係 prefer 第二個 choice 嘅話，咁即係如果大家 prefer 第二個 choice 嘅，如果我哋即係今晚唔錯啦，跟住聽日再去問嘅話，即係呢個做法係一定會 cut 咗28號啦，係啦，因為唔夠7日前通知啦。但係我哋亦都未 confirm 到會唔會即係5月7號同8號係一定有咯。如果冇嘅話，其實係真係即係好大件事咯。係，即係啲我個人意見啦。即係 council 都可以考慮，唔該主席。由於主席意識到人與希慎之言論為個人意見，請有意會者向主席舉手示意。所以見到有。下一位排隊發言者為法定管制人嘉定。法定管制人嘉定。咁頭先專責委員會提到啦，個投票完結嘅時間咧就會係晚上6點正嘅。咁但係評議員問到嘅時候咧，佢就話係冇咩特別原因嘅。咁我就覺得呢度可能會有問題啦。咁可能其他人就留意到點解之前嘅投票會長啲嘅時間，但係而家又短咗嘅咧？咁可能就冇咩原因。係咯，會唔會有啲即係我都覺得係冇時間太長係唔合理嘅。咁另外有個另外我哋咁我啦，唔代表成個編委啦，咁就覺得計劃即係聽可能會好啲，即係第二個方案可能會好啲嘅。咁但係如果考慮到第二個方案如果有唔穩定因素嘅話，咁第一個方案都非常不好嘅。多謝主席。人與希慎。人與希慎唔該主席。有鑑於即係無論係基本會員啦、法定管制人或者評議員對於6點呢個鐘數咧都係有所質疑嘅，即係有存疑啦。係啦，咁因此咧，我哋而家就一律改咗8點，咁就希望更加可以，即係有更多基本會員可以翻到嚟去投票，希望可以達到最低嘅投票人數嗰個門檻。係啦，唔該主席。法定管制人嘉定。法定管制人嘉定，咁回應翻阿希慎嘅講話，咁佢就其實我就覺得點解之前要8點咧？咁可能係因為得2日啦，咁即係收工之後趕過嚟，咁可能已經完咗個投票，但係而家日數增加咗咧，咁其實未必真係需要去到8點咯，但係因為咁樣你哋都好辛苦啦，同埋都係合理，因為已經多咗好多人投票咯，咁就唔會再有放工，同埋都有人與希慎。人與希慎唔該主席。即係好多謝你嘅回應啦。咁但係即係考慮到我哋都係 council 啦，即係都係基本會員嘅代議士啦。即係其實我哋都有責任咧，盡量去為多啲基本會員服務啦。咁因此其實8點都未嘗不可嘅，係啦。係啦，咁而且令到呢個選舉更加有
呢個全民投票更加有說服力啦。唔該，主席。邊個要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7，跟直5303 7302。基本會歐仲平 SID 5303 7302，咁我不如就唔好直接兜圈啦，咁我直接啲咁問啦，即係話而家第一個方案，如果就話唔夠投票率，可唔可以 extend？因為我而家睇翻 Link U 個案例，佢哋係直情係違章而搞個 extend 嘅，即係而家其實我哋份會章係冇寫明話可唔可以 extend 呢樣嘢，基於翻社會嘅環境同埋而家民情咁樣，即係我覺得可以考慮呢個方案。ENS 係我自己嘅個人意見咧，係我唔會嘅，因為有機會違章係啦。咁但係咧，我亦都係喺呢度同大家做一個 promise，我好快會揾仲偉去識任何今次全民投票安排上嘅任何有機會嘅不合法性，一定係 within 呢2日，我一定會揾中文朋友，係唔使擔心。但係佢真係要2-3個月可能先接覆到大家，咁樣係幫助到以後所有嘅全民投票嘅，係啦，但係未必幫助到今次係咁。請問需唔需要第二輪發言？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3 7302。或者我講得基本會歐仲平 SID 5303 7302，即係或者我講得唔係太好啦，即係其實嗰邊係佢當時對外解釋係寬鬆處理，其實嗰陣時佢哋都有風險俾人 push 上去話係違章違憲嘅，其實嗰陣時佢哋係冇問題發生過。而家我哋知啲案例就每章冇清楚寫明究竟有冇問題，即係完全係兩回事咯。人員希慎。人員希慎。即係你頭先用嘅字都係違章啦。咁違章其實就係擺明係違，即係叫做。基本會員歐仲平 SID 5303 7302。歐仲平 SID 5303 7302，即係我想 Q 個問題，即係佢嗰邊雖然係違章，但對外公佈係話寬鬆處理，而我哋呢邊係冇寫明係咪究竟違章嘅嘢，其實可以採用寬鬆處理、寬鬆解釋嘅形式處理咯。PA 嗰陣就係 PA 嗰陣就係改變啫。嗱，首先咧，我就唔會評論其他院校咧有關於退完全民投票佢哋嘅處理手法。始終大家會章啊、投票程序啊，所有嘢唔相同，所以不能作類比啊。咁至於我哋呢度咧，會唔會咁樣做咧？其實考慮到如果而家出完通告，訂立咗一個具體投票日期，當日最後尾一日咧，如果真係唔夠投票率，我哋會唔會foresee到有違反會章嘅 risk， 仍然 take 一個 risk 去 extend 個投票日期咧？如果以一個評議員評議會嘅身份嚟講咧，係一定唔會咁樣做。咁點解啊？因為如果你 foresee 到有機會係違反會章嘅 risk 嘅時候，如果你繼續做咧，對投緊票嘅同學一定係唔公平。因為如果我當係個議案咧，最尾邊一邊嘅贊成或者反對嘅嘥嘅同學仔係佔大多數，咁贏咗個議案都好啦。咁如果萬一佢哋發現真係個結果咧 unfavour 另外一邊，咁對呢個議案結果不滿意嘅選民咧，一定會就住呢個 potential 嘅 risk 嚟投訴向仲裁委員會投訴今次選舉合法性咯。咁其實冇可能會咁樣做啊，因為你如果 foresee 到一個 risk，你繼續咁樣做落去嘅時間，去投票嗰啲同學咧，其實你對佢哋都唔公平咯。
因為我哋投完票之後個議案咧，其實都極有機會俾呢個 potential risk 違反會章嘅時間咧，俾人推翻佢哋嘅投票結果，所以評議會係一定唔會冒呢個風險咁樣做。唔該，主席。請有要排隊發言者向主席舉手示意。時間晚上12:23。主席收到項動議，議程項目一：審核及通過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之全民投票計劃書及財政預算。動議內容：通過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之全民投票計劃書及財政預算。附註一：一切議會記錄為準。附註二：文件提交人須於議案生效後14天內向本會評議會提交文件，最終修訂本。附註三：專責委員會須於全民投票完結後1個月內向本會評議會提交全民投票報告及財政報告。你寫英文版，中文係冇。你照翻嚟啦。直接寫英文都得。琴日都係咁寫。地方冇地站點算？如果冇地站點算？有得諗先。順豐點？因為減網上飛價，因為整 app 咯，一留喺屋企投成俾人打。可唔可以上 A 上 A 地方喺度炒個地產個 rest 炒個 rest 死雙打，每日打一日就得。
但係佢冇得，佢都冇得幫你 check 埋 SID 㗎嘛。唔係，但係你打唔係假如我知道你 SID 係收邊個？如果 Google 多。所以 Ames 嗰啲係做解 SID 咯。但係如果我知道 SID 我可以幾個？咁 Duplicate 都有兩個 SID 嘅。咁我哋將我哋到去部分可以用呢個方法係附注4 according to Standing Order Section D.1. Section D Reconsideration Point 1. It shall be in order to move a reconsideration of a motion other than a procedural motion previously adopted during the current section provided that the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approved by a two-thirds majority vote. 請問動議人多數 ratio 嘅問題，最見到有。請問過議人 M 嘅結論嘅問題，最見到有。最希望喺餘下之諮詢及討論時間集中討論此項議案。下一位排隊發言者係 BCHS Danny。位BCHS Danny 唔該主席。咁首先即係回翻頭先嘅留言，咁頭先即係收到消息就係話咧，Hall 嗰邊咧好似話 revision week 開始去到5月16咧都個係咪個某 A 嗰間嗰個 Hall 某 A 咧 A 同 C 咧，咁 B 係 Hall 期嚟㗎嘛？我冇乜住開經驗嘅，唔好意思。但我收即係資料顯示就係 A 同 C 都拎咗做温習房嘅，應該俾嘢收咁。即係喺 Hall 搞嘅機會真係唔大，雖然我又想有呢樣嘢發生啦，咁但係係啦咁呢啲少少 information 啲嚟，咁即係回應翻啦，咁即係我好認同高撚仔之前嘅發言講過，就話即係比較難去照顧到每一位基本嘅需要，即係都可能舉咗 MGS 嘅例子話，唔好意思啊跟正 MCS 嘅例子咁，我都非常之認同。但係我作為一個即係 BCHS 嘅代表咧，咁即係因為我自己嗰科嘅基本會員咧嘅 majority 都真係冇科住同埋住得遠係比較多，即係我身邊嘅人。咁我自己係 prefer 第二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將 revision 嘅嘢擺咗落下邊個 example 咁，會接觸到多啲我科嘅基本會員啦。但係即係啱 motion 都盤咗，但係我自己個人就對個今日嘅議案嘅結果係表示尊重嘅。即係無論結果係點都好，係咁多謝主席。下一位排隊發言者係 MAT。MAT 唔該主席。我頭先都話第二個方案會好啲，但係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方案都係可以，即係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因為就我 MA 嘅基本會員啦，多數有一半都係兵齡人啦，多數都係有科住嘅，所以佢哋，我覺得佢哋嘅投時間可能真係唔會話太過特別去影響到佢哋，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方案都係可以接受嘅，唔該主席。時間晚上凌晨0時31分，由於預設啲諮詢及討論時間已經完結，請問上路仲有冇與會人士有冇排隊發言？如果冇嘅話，就主席希望終止諮詢討論時間。主席見到有，咁主席就希望喺度結束諮詢及討論時間。時間晚上凌晨0時31分。時間晚上凌晨0時32分，正式進入投票階段。即係希望喺正式進入投票階段之前，文件提交人就住文件作最終修訂嘅應承。
C 出 ballot。而家開始就更改資料。好咁時間咧，我哋就會改為早上10時正至晚上8時正嘅。咁然後咧10.1宣傳單張，你會見到有4個格啦。咁左上面嗰個格嘅括弧 A5 黑白咧，就改為 A5 彩色。咁然之後咧，備註嗰度，啲 number 咧就會改做我順行讀落去啦。12.1、12.1.1，跟住去到宣傳委員咧就12.1.5，跟住投票進行期間嗰行咧就12.2，跟住所有評議員嗰行就12.3，正裝嗰行就12.4，遇上黑色暴雨警告嗰個就12.5，跟住12.2咧就會改做投票進行期間，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括弧1 4樓南區周圍不會被允許作任何宣傳。認真啊，唔係錯。即係如果係收到數嘅，咁係咪要改嗰個投票定唔可以宣傳嚟啊？加埋如果係咁更正啦，再講多次就係投票進行期間，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1 4樓南區或市區周圍不會被允許作任何宣傳。咁然之後咧，11物資表嗰度咧，你會見到有1000張宣傳單張嘅，咁 A5 嗰度 A5 黑白改咗 A5 彩色。附件3咧，選票右下角咧，你會見到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印嘅行為。咁咧就改做就查咗第30格，跟住查咗全民投票委員會，就會用翻大坑個人。咁然之後英文版都係查咗 the first 嘅。同埋查咗 General Polling Ad Hoc Committee， 咁佢就變咗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Union Council。咁又唔好意思啊，飛翻去11物資表。就查咗全民專責委員會人，咁一切人咧以後就係用大坑嘅人去做啦。同樣咧，附件4都係有張選票嘅，咁右下角咧，其實就係同頭先附件3嗰張選票寫嘅嘢一樣嘅，係啦，即係雖然模糊少少，咁就係查咗第30屆，查咗全民投票委員會，就變咗香港城市大學生會評議會人格。咁個印咧都變翻大坑嘅，即係香港城大學生會評議會嘅印嘅。咁同埋附件1同附件5嘅宣傳單張同埋宣傳橫額咧，應該頭先睇過㗎嘛，評議員頭先全部俾大家睇，就係用翻頭先嗰個電話嘅對象。
Ian Dennis。Dennis，唔該主席。係咁分別咧就係、宣傳物資嗰度咧就會加翻A5 嘅彩色宣傳呢兩單，係啦，咁就係1000張嘅。咁單價咧暫時我哋會 quote 就0.5啦，咁所以佢嗰個項目總計咧就係500嘅，咁範疇總計就會變咗1015啦，係，咁然後嗰個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印就會查咗，咁就嗰個110都冇壞㗎啦，咁然後嗰個範疇總計咧，即係嗰個投票物資咧就會變咗係1563.5。係啦，咁然後咧，咁然後總支出嗰度咧就係2655.5。然後總歸損嗰度咧就都係2655.5。時間晚上凌晨0時39分正式進入投票階段。議程項目1。審核及通過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之全民投票計劃書及財政預算。動議內容：通過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之全民投票計劃書及財政預算。附註1：一切議會議記錄為準。附註2：文件提交人須於議案生效後14天內向本會評議會提交文件最終修正本。附註3：專責委員會須於全民投票完結後1個月內向本會評議會提交全民投票報告及財政報告。附註4。According to Standing Order Section D, Reconsideration Point 1, it shall be in order to move a reconsideration of a motion other than a procedural motion previously adopted during the current section, provided that the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approved by a 2/3 majority vote。請問動議人攞數 ratio 冇問題，主席見到有。請問和議人 MFT 都冇問題，主席見到有。請有意投票之評議員向主席左手邊開始投票。1、2、3。主席收回3票。請有意投贊成票之評議員向主席左手邊開始報票。主席收回2票。請有意投反對票之評議員向主席左手邊開始報票。主席收回1票。請有意投棄權票之評議員向主席左手邊開始報票。主席收回0票。公佈表決結果，總票數3票，總票數更正。總票數3票，贊成票數2票，反對票數1票，棄權票數0票。由於贊成票數多於反對票數及得到2/3之評議員投票，故此議案獲得通過，並由學生會幹事會會長加簽後正式生效。時間晚上凌晨0時41分。主席宣布第39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第7次非常會議正式結束。